嗱，2026年咧。咁咧犯太歲嘅生肖咧，咁咧一定係講咗馬先啦，因為嚟講咧就犯呢個咧本命太歲，再加上呢個咧55字刑喎，咁嚟講咧運勢咧起伏咧就自然就比較大噶啦。咁咧幸有呢個吉星咧有將星，有呢個咧歲駕星，咁所以咧事業發展咧都係比較順利嘅。咁啊空星方面咧有呢個劍鋒、三刑同埋呢個伏屍，咁啊代表嚟講咧健康方面咧就要小心啲喎嚇。咁啊提防咧係容易整親啦，同埋嚟講咧亦都會容易有一啲血光之災嘅嚇。咁同埋咧亦都容易咧招惹一啲咧是非小人嘅喎，咁所以做人咧都會比較低調少少啦。嗱，咁化解方面咧喺家中可以放呢個太歲牌，咁喺水晶方面咧亦都可以佩戴翻呢個太陽石啦、金運石啦，同埋呢個貴人天珠嘅。咁啊幸運嘅顏色咧就有綠色，數字咧就係3號同8號啦。